100%清涼，思樂冰團。各位思樂冰團嘅團友，你哋好，歡迎你嚟我哋思樂冰團呢一個冰團裏邊一齊從音樂、從詩歌分享生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啱聽翻嚟嘅有關音樂嘅笑話。一位朋友去參加音樂會，可惜佢遲到咗15分鐘。當佢入場嘅時間，工作人員就攔住同佢講：請你入場嘅時間細聲一啲。呢個朋友聽到咁講，竟然話：我都係唔入去聽咯。唔知大家知唔知道點解呢？因為呢個朋友理解錯誤，以為呢個音樂會非常之悶，所有人已經瞓着咗覺，所以工作人員叫佢入場嘅時間細聲一啲，唔好嘈住人瞓覺。嚟緊我哋思樂冰團呢個節目又開始啦，相信大家都唔會瞓着嘅，因為我哋思樂冰團呢個節目非常之精彩。首先介紹呢一集觸動心弦嘉賓團友吳潔梅姊妹，佢係赤道樂隊嘅成員之一。赤道樂隊係香港基督徒音樂協會 ACM 構思出嚟嘅組合，參與流行樂壇，希望用廣東話創作流行歌曲嚟到去帶出福音嘅訊息。吳潔梅早年已經移民美國，並且同佢先生亦都係赤道樂隊成員之一劉向榮結婚。劉向榮而家已經成為一位牧師，吳姊妹亦都成為師母。佢兩位仍然繼續喺音樂度嚟到侍奉我哋嘅天父上帝。聽下吳潔梅姊妹同我哋分享一首佢多年前所主唱嘅一首現代詩歌。思樂冰團嘉賓團友觸動心弦。我哋人生中會經歷唔少嘅挑戰，其中要贏同埋要成功就係最常見嘅挑戰。細個就中意同人爭嘢玩，如果人哋有嘅，自己都想要有。努力讀書都係想攞個好嘅排位，參加唔同嘅比賽都係好想攞個獎威俾人睇啊嘛。呢啲追趕，無形咁就成為咗我哋人生努力嘅方向，就係要同人比較，同人比較係會產生爭競嘅。為咗要贏其他人，好容易咧就失去咗一種人與人之間嗰種和諧嘅關係。更大嘅傷害咧，就係當自己贏唔過人，有時會產生自卑自憐嘅情緒，甚至會俾自己好大嘅壓力。其實每個人嘅經歷一定有得，亦都有失，唔會事事順利嘅。有時我哋淨係睇到人哋嘅順利，人哋嘅好啊，佢就好啦，佢識得人多，又有機會啊嘛。其實有冇諗過呢個人佢好可能都經歷過好多次嘅失敗，先至有今日嘅成功。既然大家都會有失敗過，咁又有咩嘢好比較呢？好多年前我知道有一啲嘅年輕人，甚至係一啲少年嘅學生，因為抑鬱嘅情緒、讀書壓力等等嘅原因而自殺。當時我好想做一啲嘢，而咁啱我哋赤道呢，就喺呢個時候準備出一隻 CD， 咁我就同個作曲填詞嘅朋友傾，我話我好想做一首歌，可以提醒人同埋鼓勵人，知道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都係好獨特、好寶貴嘅。而呢首歌亦都已經收錄咗喺我哋赤道嘅歌唱組合名為生息嘅 CD 當中。歌詞提到，當全世界周圍都喺度發緊光嘅時候，點解我永遠都冇人注意到嘅？就連一隻微小嘅螞蟻都喺度嘲笑我。唉，你都好微小嘅啫，邊個會留意到我？喺路邊行過嘅人都冇興趣問我嘅需要，就算我嘅故事、我嘅劇情注定係咁，想了解我嘅人亦都好少。但係竟然呢一位創天造地嘅神，你親自嚟到揾我，仲話俾我聽，你會體察我嘅心思，你係創造我嘅神，我唔需要講啲乜嘢，你都知道我嘅經歷同埋我嘅需要。你唔單止了解我，你並且接納我，你嘅愛令我睇見自己嘅生命係有價值、有意義嘅，因為我係被你所做嘅一份天賜嘅禮物。喺度送俾大家呢首歌曲，係由朱榮達作曲填詞，我吳潔梅主唱嘅歌《天賜》。全世界處處也被光照，為何我卻永遠注目不了？就連螞蟻也大慶幸嘲笑，笑我同樣渺小。誰介意過我有沒心跳？路人哪有
有興致過問需要，劇情判決了我繼續呼叫，聽眾仍是太少，為何唯獨你親身尋找我，叫我實在猶豫，還在疑問誰明白我之事，你已看透心思。原來你創造我，亦愛着我，說得出我逐個際遇，數得出我品味，唱到我故事，不需透露一句子。原來你創造我並接納我，我因此有絕對意義。也許今我姓名埋沒於聲義，而我漸發現存在的意思是出於天賜。為何唯獨你始終憐惜我，叫我再沒猶豫？難道無論來人物轉星移，也看重我心思？原來你創造我，亦愛着我，說得出我逐個際遇，數得出我品味，唱讀我故事，不需透露一句子。原來你創造我並接納我，我因此有絕對意義。也許今我姓名埋沒於聲義，而我漸發現存在的意思是出於天賜。原來你創造我，亦愛着我，說得出我逐個際遇，數得出我品味，唱讀我故事，不需透露一句子。原來你創造我並接納我，我因此有絕對意義。也許今我姓名埋沒於聲義，而我漸發現存在的意思是出於天賜。思樂兵團常駐團友 Jean 歷久常新。他拯救我 ，He lifted me。呢首詩嘅作者係 Charles Gabriel， 佢係喺1856年8月18號出生喺愛荷華州 Wilton。佢係福音詩歌多產作家，一生總共作咗8000首詩歌，同埋編輯咗好多嘅詩集。他拯救我 ，He lifted me。首先出現喺1905年出版嘅 Revival Hymns 嘅詩集裏邊，喺1910年至到20年之間，著名嘅 Billy Sunday Homer Rockheaver 佈道團於佈道大會期間，佢係當時最有名同埋最有影響力嘅福音詩歌作家。1932年9月15號喺洛杉磯與世長辭，享年係76歲。而家請大家一齊嚟到去欣賞呢一首他拯救我 He lifted me。With tender
思樂兵團常駐團友何志迪牧師點滴人生。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係點滴人生嘅時間，我係何志迪牧師。但今日如果按照嗰個時序呢，今日呢個主日係聖靈降臨節，因為我哋知道耶穌釘喺十字架死，然後第3日佢復活之後佢有40日喺地上邊，然後就升天啦。升天之後10日就聖靈降臨節。如果用翻即係猶太人嘅曆法咧，睇翻嘅日子咧，今日正正係聖靈降臨節。不過咧，一般嘅教會都未必一定會慶祝呢一個嘅日子。但係如果睇翻聖經咧，呢個日子係好重要嘅，因為喺耶穌升天之後10日聖靈降臨嗰一刻，哇！喺《使徒行傳》第2章咧，係提到嗰班嘅門徒加埋有一班喺度祈禱嘅一班嘅信徒咧，佢哋一直等候聖靈降臨。而當佢哋真係經歷到聖靈降臨嘅時候咧，佢哋就充滿咗能力。而彼得起身講道咧，一次講道就令到有3000人受浸，地上嘅教會就得以成立，就因為聖靈嘅能力、聖靈嘅充滿。所以今日我會介紹一首詩歌咧，個歌名叫做《再充滿我》。嗱，作曲作詞咧應該係一位外籍人士，叫做 Jane Sineiro， 即係我都唔係好識讀佢嘅嗰個姓啦，可以咁講，就係 Cernero。咁啊，我估咧中文係唔知邊個係翻譯，有人話係屬於和散那嘅新歌，但係我聽咧係嚟自一位中意帶領敬拜嘅一位姊妹，叫做祝瑞蓮牧師。佢就用一首詩歌喺佢其中一個所謂琴與金香爐嘅敬拜聚會當中，再充滿我。其實我哋基督徒好強調係要被聖靈充滿，因為正正耶穌升天之前就要我哋去等候聖靈嘅臨在，然後就得着能力。而呢個能力喺聖經嘅意思咧係一種爆炸力，然後福音就從耶路撒冷開始一直係傳開。我哋希望好快就可以遍傳，但係聖靈嘅充滿就得着能力，係我哋一般教會極少講。但呢首詩歌佢提到，佢話願我嘅心成為你聖靈嘅聖殿，願我嘅靈感到你擁抱嘅溫暖，願我成為一個聖潔嘅居所，讓你聖靈樂意居住。即係換言之咧，聖經話我哋嘅身體係聖靈嘅殿，即係聖靈係內住喺我哋嘅生命當中，而我哋一信耶穌，理應已經係聖靈內住喺我哋生命當中，但我哋卻好少真正好仔細嘅去認識我哋一直所信嘅三一真神嘅第三位聖靈。但呢度好清楚歌詞提到，喂，當我哋讓聖靈樂意居住喺我哋嘅身體裏邊嘅時候，我哋就要時刻警醒，喂，究竟我哋有冇過緊聖潔嘅生活？我哋有冇覺得我哋嘅身體係配被聖靈住喺度，以至到我哋嘅人生，我哋嘅行事為人，是否能夠時時係榮耀我哋嘅神？所以聖靈嘅同在其實唔係一種嘅令到我哋擔憂，亦都唔需要有任何嘅恐懼。特別第二句再一次提一提，佢話願我嘅靈感到你擁抱嘅溫暖。當聖靈內住喺我哋嘅生命裏邊嘅時候，其實我哋理應有一份溫暖。而聖靈喺聖經裏邊有另一個名稱叫做保惠師，英文就係 Comforter。我哋理應係有聖靈嘅同在，我哋會感覺得到係好舒服。聖靈嘅充滿唔係一種奇奇怪怪嘅事，聖靈嘅充滿正正係讓我哋更加體會到聖靈嘅同在嗰種嘅能力，以至到我哋可以過聖潔嘅生活，以至我哋可以將福音不斷嘅傳開，讓更多人能夠經歷到耶穌基督嗰份愛，以至到我哋期待耶穌快啲翻嚟嘅時候，我哋必須要記得，我哋一定要將福音傳到地極，然後末期才來到。願我心成為你聖靈的聖殿，願我靈感到你擁抱的溫暖，願
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神灵乐意居住。愿我心成为你生灵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生灵乐意居住。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主，我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求你再一次用神灵充满这殿。愿我心成为你神灵的圣殿，愿我灵感到你拥抱的温暖，愿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让你神灵乐意居住。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主，我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求你再一次用神灵充满这殿。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主，我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求你再一次用神灵充满这殿。主，我渴望更认识你荣耀，主，我向你献上赞美的祭，求你再一次用神灵充满这殿，求你再一次用神灵充满这殿。再充满我，再充满，再充满我。哎呀，更多你充满，充满在这里，充满在这里，再充满，哎呀，上帝呀啦啦啦呀啦，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思樂兵團常駐團友張志文，聽聞有你。親愛嘅主耶穌，你話過
我哋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你。你話有了你嘅誡命而又遵守嘅呢個人就係愛你。作為基督徒，我哋真係要好好反省，我哋愛主有幾多呢？我哋嘅愛分咗俾好多人，分咗俾我哋嘅家人、父母、朋友、愛人，甚至我哋最愛嘅係我哋自己。但係俾你嘅愛又有幾多呢？主耶穌啊，你每日都喺度等我哋，但係我哋每日只係草率咁樣用幾分鐘去祈禱，心裏面實在有好多事務令我哋分心。求你教導我哋可以點樣專一愛慕你，好似喺詩歌我要愛慕你裏邊所講，耶穌，我要愛慕你，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讓我心單單渴慕你，我心滿日對你的愛和思念無止盡，讓我走向你的身旁，貼近你。主啊，我渴慕尋求你。主啊，我好想做到，求你幫助我，賜我一顆柔軟嘅心，將我嘅石心攞走，唔好再剛硬，讓我哋有耳能聽，有眼能看，有心能明。主，你對我哋嘅大愛，用專一嘅愛去尋求你，報答你嘅厚恩。禱告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耶穌，我要愛慕你，我要愛慕你，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讓我心單單渴慕你。耶穌，我要愛慕你，我要愛慕你，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讓我心單單渴慕你，我心滿意，我心滿意，對你的愛和思念無止境，讓我走向你的身旁，貼近你，主啊，我渴慕尋求你。耶穌，我要愛慕你，我要愛慕你，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讓我心單單渴慕你，我心滿意，我心滿意，對你的愛和思念無止境，讓我走向你的身旁，貼近你，主啊，我渴慕尋求你，我心滿意，我心滿意，對你的愛和思念無止境，讓我走向你的身旁，貼近你，主啊，我渴慕尋求你，讓我走向你的身旁，貼近你，主啊，我渴慕尋求你。
樂兵團常駐團友蘇偉林代禱時刻，讓我哋同低頭禱告。慈悲嘅主啊，憐憫我哋呢群被罪所咒詛、被捆綁嘅人，我落喺各式各樣嘅黑暗同埋苦境之中，常與因為你分離隔絕，就好似伊甸園裏邊嘅亞當，本嚟與你同行，親密美好，享受一切嘅福分，但犯罪之後卻害怕躲藏，離開咗你嘅面。親愛嘅主，我哋呢群罪人本嚟與你無關，但係卻因為主耶穌基督你嘅寶血，我哋得與你親近。呢個何等奇妙嘅救恩，何等豐盛嘅慈愛，我哋要感謝讚美你，永永遠遠稱頌你嘅名字。親愛嘅主啊，藉着你嘅愛同埋犧牲，讓我哋同神建立翻親密美好嘅關係，與你緊緊相連。你係葡萄樹，我哋就係枝子。願你除去我哋彼此關係中任何嘅攔阻，除去我哋心中嘅偶像，幫助我哋喺你裏邊卸下一切嘅重擔，敞開自己嘅心靈，坦誠自己嘅軟弱，經歷聖靈嘅光照、醫治、安慰同埋復興，多為你多結果子，成為榮耀嘅見證人。我哋同心合意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字，阿門。聽者有份，思樂兵團逢星期日 AM1320華僑之聲下晝4點半準時收聽，亦可上網 AM1320.com 即時收聽，或上 YouTube 思樂兵團頻道觀看重播。查詢或捐款請電604-760-9802。以上節目內容係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呢個音樂節目係由專辦新移民及留學生汽車貸款嘅 Solution Financial 資助播出。